成日都話酒精炸嘢先係傷身，但係有一樣大家日日食緊當健康嘅食物，原來先係殺肝之王。講緊嘅就係早餐嘅麥皮加橙汁，一碗以為冇害嘅麥皮加埋橙汁，咩都唔覺，個個都覺得好正常。但係其實係糖炸彈加更大嘅糖炸彈，好多都加咗隱形嘅果糖、工業澱粉、色素、人工維他命 C， 仲係用咗粟米嘅澱粉硫酸提煉出嚟嘅。如果用高溫仲殺埋啲營養添，食極都唔飽，淨係得個甜字，超級高度嘅加工。成日朝頭早都食，已經係幫肝臟加緊班，長期咁樣食落去就會出現脂肪肝，無聲無息咁樣殺埋嚟。好多朋友都話細個食到大噶啦，有咩事呢？但係真係多數人就係因為日日食先至更加危險。你平時又食咩早餐呢？你有冇食麥皮嘅習慣？快啲分享俾你關心嘅人，一齊守護肝臟啦！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